咱一般若是拜拜烧香所留来这香火，唔通想讲是完全无路用。台湾府城隍庙和民间公司合作，利用循环材料的技术，邀请大众用香火来做一卡放地的架仔，参考庙的牛条甲虫仔，拢有出现的这代表福气的夜婆的形体，是深色个趣味。 对乾隆时期的香炉内底开香火，佮掺蚵壳甲卤酒落去炒炒嘞。再甲阮的这个猪架啊，就做好势啊。这回台南府城隍庙参一间公司合作，以庙内夜婆多样做建本，结合循环材料的技术来代替红门头，互民众体验用香火做文创商品。这嘛正做府城头一间以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落去推行的庙。细汉的时阵，阿嬷拢会去庙里求香火，等下互阮家讲来保平安。 我想讲，香火既然除了会当食，会当摕来做放伫的价，安尼我感觉真神奇，所以想讲带囡仔来体验。当互这个香火会当搁延续，甲这个本来的福气来传递每一个信众。 会利用夜婆多样做建本，是因为无论是庙内牛条、对联，也是门窗，拢通看到一对一对夜婆伫顶悬。伫西方国家，夜婆有派的意涵，但台湾民俗内底，夜婆颠倒是福气吉祥的代表。庙方指出，庙内拢总有10只无同造型的，这回嘛设计学习单，互大家实际去行打找找夜婆伫倒位。在里面，我们大部分看到的这些都是明朝或清朝的时候就已经保留下来的文物，借着这样子的机会，让民众能够更珍惜我们在地的这一些文化。SDG 是现代的口号，最重要的是要让民众体会到真正的好处，感到幸福比较重要。借由信仰让大家能够让我们的思维能够改变。2015年，联合国就启动永续发展目标，庙方带头以循环生产、参建立多元关系落去设计活动，嘛希望大家对府城隍庙的珍贵文物更加了解。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